政府全力在拍毒品，当然啦，全台湾检警拢照叮当，今日第3月切到超了将近几千件毒品案件，掠到1200外位嫌犯。行政长苏贞昌嘛鼓励第一线的员警，也毋过记者一个问了讲，真正韩国如讲台独比梅毒更加恐怖，伊应讲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无应该和地方首长抹黑，用性病来比论，甲家己想法无共款的人。 第一线刑警爬起的阳台，对窗仔入去。原来嫌犯将制毒的工厂运行伫徛街内，一入去就闻到毒品的味，马上伫现场查到安非他命9000外克，嘛有9700万的现金。这嘛空心的啊，你这拢连掉的啦。 保山总队嘛伫高雄港查到由越南进口货柜，插帮一拍开，竟然有看到安非他命甲 K 他命有1500公斤。全台检警全力扫毒，敢若是3月初就查到将近1000件毒品案，逮捕1200多名的嫌犯。所以长特别来鼓励第一线的警员。不过记者问到进前针对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准备参加2020总统大选，高雄市长韩国瑜这话，苏贞昌嘛给呛声回。 台独比梅毒还可怕，梅毒害老婆孩子，台独害了2300万人，而且立刻把台湾带向战争边缘。竟然用性病来做比喻，不伦不类，而且是抹灭了几代台湾人努力的决心，更是无辜波及那无辜染病的人。 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不应该被地方首长抹黑，来侮辱台湾人的决心。并问到2020总统大选，敢有支持蔡英文连任呢？伊无正面的回答，伊敢若讲家己做好政务就好。